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再来看台湾的木姓局选手林旭廷拼入金牌战，一路行来这性别议题是吵吵闹闹，即马阁弯起到联合国。这罗西亚代表甚至阁暗示讲林旭廷根本就是查甫的。咱行政院长杜永泰嘛强调，咱全国的台湾人拢是林旭廷的靠山。等台比赛过后，特别对国际木姓局总会提出告诉。全国都当领域，然后呢？这个全国拢是后盾，杜永泰大力得挺无受到性别议题干扰，共款强势晋级巴黎奥运女子木姓局金牌战的林旭廷。但就算国际奥会真侪摆强调林旭廷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是女性资格无问题，国际群众共款一直甲两个人，罗西亚官员嘛加入战局，争议烧到联合国安理会。Женщины-боксеры публично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насил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атлетов, которые ранее провалили гормональный тес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окса. И по ее мнению, да 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здравым смыслом, являются мужчинами. السيدة الآنسة إيمان خليف ولدت أنثى عاشت طفولتها بنتا يافعة。罗亚两个官员伫安理会是直接交锋，咱的外交部是大骂罗西亚是恶意在暗示林旭廷，想要用政治力来影响奥运的比赛。充分凸显俄罗斯无视国际规则及公理正义，意图以政治力影响奥运赛事，以及蛮横的恶劣本质。外交部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体育署是研究比赛了后，和选手、律师和国际奥会会上讨论，看安怎采取对国际群众进一步提告。其实，伫国际群众初五开记者会，批判林旭廷的资格进前，中华奥会初时就委托律师向国际群众发出警告批，提起逼出选手个人的医疗文书和资讯。会影响选手的权益和声誉，嘛违反欧盟个人资料保护法，必要的时阵会去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民加拉政府因为公务人员利用资格改革，是引起全国的反政府抗议。总理即马已经让讲，即马临时政府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尤努斯要转来换头。讲到尤努斯上出名的代志，就是开办细条的贷款，改善真侪散车人的经济问题。民众嘛讲，希望尤努斯就代了后，会当让国家搁再和平安乐。经过一个月全国老会示威，前总理哈西娜逃亡去印度，孟加拉迎接诺维尼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回国领导临时政府。在反对党成员甲学运领袖等各方人士的见证下，尤努斯接受任命做政府的首席顾问，伊要带包括16个民间甲学运人士组成的临时内阁，担当恢复国家和平的关键任务，并为新选举做准备。尤努斯表示，是学运解救孟加拉，伊的首要目标就是恢复秩序。এই পরিবার আমরা একসঙ্গে চলতে চাই এবং আমাদের মধ্যে দ্বিধা দ্বন্দ্ব যা কিছু আছে সরিয়ে ফেলতে চাই, যারা বিপথে গেছে তাদেরকে পথে আনতে চাই, যাতে করে একসঙ্গে আমরা কাজ করতে পারি。84岁的尤努斯是孟加拉经济学家，伊因为发展小额信贷制度，加创立孟加拉乡村银行，得到2006年的诺维尼和平奖。尤努斯伊的做法，让散车民众无需要担保，就会当借着小额贷款，才通慢慢啊脱离散车。另外，尤努斯长期以来拢是前总理哈西娜伊的反对者，因为政治因素，去予孟加拉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一直到这届回国进前一天，法院才改判伊无罪。针对尤努斯所出临时政府，未少民众拢是持正面的态度。অপরাজনীতি অপসংস্কৃতিকে বন্ধ করে যার আগামী দিনের আমরা সুন্দর চলতে পারি, নিম্নবিত্ত মধ্যবিত্ত লোকেরা যেন দুবেলা দুমুঠো ভাত সুন্দরভাবে খেতে পারি, সুন্দরভাবে রাস্তায় চলতে পারি。过去15年，孟加拉伫哈西娜的带领下，国家的经济渐渐有进步，不过同时爱忍受高压专制。目前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并无哈西娜所属的人民联盟党代表。那哈西娜的后生这礼拜3是改变进前的讲法，讲伊的亲人甲人民联盟拢会继续插政治。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再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何锦丽代替拜登出来选，这声势是一路进关。上新的民调讲支持度已经赢川普5%，川普今仔是落战帖，讲要办3场的辩论，第一场9月7日就要正面对决。
福音的这礼拜杀华兹担任副手了后，伫宾州、密西根、威斯康星这毋是铁票区加强做势，吸引各界注意。川普车白伫海鸥庄园召开记者会，提甲福音的举办3场辩论比这关键。And we've agreed with Fox on a date of September 4th. We've agreed with NBC, fairly full agreement subject to them, on September 10th. And we've agreed with ABC on September 25th. 福音地伫知影总统辩论有消息了后，欢喜接受挑战。Well, I'm glad that he's finally agreed to a debate on September 10th.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and hope he shows up. 福音地自从接替顶个月21日宣布退选的拜登进场了后，得到民主党内真侪支持。募款金额第时间来破纪录，同时改变川普原本伫民调的优势。根据易普所上新的民调，福音地以42%的支持率领先川普500分点，比前一届调查差更加侪。面对福音地气势正悬，想要夺回焦点的川普，除了下辩论战帖，也持续地批评边境移民问题，批评福音地比拜登更加害。那福音地是呼吁选民卖予川普重回执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上新发展，乌克兰拜二是发动这2年来上强烈的攻击，冲破边境，拍到罗西亚西南部。罗西亚总统普京是批评讲这是严重的起诉空，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无承认讲有下令进攻。厝一直小部分建筑马上毁掉，俄乌战争的情势搁再转变。乌克兰军队车人下过边境，攻入俄国西南部库斯克地区，和俄军完全未付反应。这是俄俄对战2年外，俄军发动上介强的跨境攻击。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едпринял очередную масштабную провокацию, ведет неизбирательную стрельбу из разных видов оруж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акетного,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зданиям, жилым домам, машинам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库斯克当局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撤离几多千的居民。俄国国防部是表示，俄军已经阻挡俄军上千的士兵甲几多10台装甲战车，双方也搁伫交战。俄军无提供更加侪战况细节，不过分析人士是讲，俄军已经攻入俄罗斯达到10公里。基辅政府无承认俄军进攻俄国的边境，不过提起俄军会当毁灭占领者。Усі бачать, що українська армія вміє дивувати і вміє досягати результатів. 外界也无清楚俄军的目的，新恩是引述无讲名的俄国家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俄军想要扰乱俄军，互因为俄东战线撤出，无长期占领俄国领土的暗算。因为俄军攻击的所在有些俄国天然气送往欧洲的中转站，外界嘛烦恼欧洲的天然气来源是毋是受影响。基辅政府是表示，中转站正常运作，天然气的运输无中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场，美国、卡达、埃及等国是发表联合声明，问讲双方伫咧8月15会当做伙来讲和。不过，即马哈马斯点到这拍战火的人辛活，已经变作是因新的政治头人。若要讲和，恐惊是无遐尼简单。以色列为了报复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恐怖攻击，对加沙是开始全面进攻，除了死亡人数特别到4万，当地卫生状况嘛恶化甲真紧。路透社报道讲，即马加沙会使讲拢无啥物清气的水源，加上难民营内面人是吵，本所无人在处理，造成世界拢是传染病。除了囡仔面定看到皮肤病，佮包括 A 型肝炎，甚至是小儿麻痹的病例，拢以真紧的速度在传。对加沙的人道危机和以哈之间的战事，美国是找卡达和埃及做伙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会当参加8月15的停火会谈，地点选伫卡达的杜哈，或者是埃及的开罗。We believe that a ceasefire w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s alleviating tensions in the region. It would obviously have immediate benefits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 Gaza. It would have immediate benefits for the hostages and their families. 除了一手策划去年10月对以色列恐怖攻击的新话，红选定做哈马斯新的领导人，接替红暗杀的哈尼亚。以色列财政部长史莫特里克进前伫一场会议内面公开表示讲，以色列放行人道救援入去加沙实在是无奈。
奈。伊认为讲应该互加沙特居民继续邀落去，一直到哈马斯愿意放所有人质转来为止。对史莫特里克的讲法，以后面会员为主的各国，一个拢出来大声批评。德法两国的外交部是以震惊见笑来形容，英国是强调讲故意互平民去邀是战争的罪行。英国嘛呼吁以色列政府应该谴责史莫特里克的言论，而且公开撤回这的发言。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1987年3月7日，金门烈士为一只越南的难民船受尾靠岸，所去予军官甲枪杀。根据调查报告，当时20个人死亡，遗体就地就待伫咧遐。即马受难者家属讲无要追究责任，敢若希望讲会当扣回去安葬。Đây là lần thứ 3, cũng là lần cuối cùng tôi thay mặt họ. Tôi xin chính phủ Đài Loan, nhân dân Đài Loan, hãy để họ coi Đài Loan như là quê hương thứ hai và cũng là quê hương cuối cùng của họ. Xin đừng từ chối họ một lần nữa. 37事件的家属讲，甲激动的时阵难免会熬甜流目屎。1987年3月7日，伫金门烈士东港发生无武器的越南难民船想要靠岸救救，所互当时驻军枪杀，包括有心的妇人、囡仔甲老大人拢遇难，遗体就地待起。默哀30秒。头礼礼默哀悼念遇难的亡魂，遇难者家属头一届来台，国防部官员嘛到场。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船頂有20人全部死亡。Tôi không đến đây để nhằm mục đích lên án chính phủ hoặc quy trách nhiệm cho bất kỳ cá nhân nào trong vụ án này. 家属甲軍方找到中華金門事發地，家屬閣製造紀念牌要悼念亡靈，希望遺體重新安置祭拜。監委表示，依照當時國防部的規定，對靠岸的不明人甲船，應該逮捕後送趕走，毋過無包括甲船拍好點去，也是拘捕了後趕走。當年守軍煞選擇開槍。我覺得家屬有權利要求真相，國防部能夠在這個6個月半年內他能夠再提出一個行政調查報告。雖然案發已經37年，不過監委也是認為部分細節需要查清楚，要求國防部半年內提出行政調查報告。國防部對這件事件嘛表示遺憾，強調當時涉法的人員已經依照軍法審判，不過嘛依照進前監察院的意見，加強國軍人權教育，避免類似的遺憾代誌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伫咧印尼最近是發現到一副古人類的化石，因干那100公分懸，大約是生活伫咧70萬年前。畫面中倒明手骨骨骸化石，甲現代人比起來低真濟。考古學家伫印尼的弗洛勒斯島發現新懸高107公分的骨骸化石了後，即馬證實。伫同一個島另外一個遺跡，佫找到體型佫較矮的人類化石。あまりに小さいので、普通だったら子供なんですよ。ですが、そもそもフローレス検地小さいことは分かってましたから、歯と顎は小さいことを知ってましたので、これはちょっと確認は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した。考古學家根據出土的喙齒的骸骨加手骨的化石研判，這種矮人比進前所發現的哈比人矮至少6公分，甚至較無100公分懸。研判可能是哈比人，也就是正式名稱叫做弗洛勒斯人的祖先，差不多是70萬年前生活的人。もう一つ面白いのは。おそらくそれより面白いのは、その後ずっとその小さい体のままいた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ギャングアの、化石は6万年ですけど、そうすると60万年間おそらくずっと小さいままでいた。あまり大して進化もせずにですね。日本專家認為，哈比人可能是由高強大漢徛佇的人演變來，因為當時印尼島資源欠缺，地勢體型漸漸舉起。不過，有其他學者有無同看法？哈比人佇人類演進史到底扮演什麼款角色？是安怎體型會變細？也有太過儕證據來解開謎團。公司新聞詹惠敏編譯。感謝你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我是陳志安，咱後禮拜同一時間再會。